上次这样吃那个睡眠的部分，就是我们入眠的速度有快一点的吗？有差不多，还是要20分钟啊。压力大、睡不好、睡不着，是许多现代人的通病。若不想依靠安眠药入睡，不少人会寻求中医调理体质，改善睡眠问题。但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，如何对症下药？中医师林春红对脉象诊断特别有研究，只要把上一脉，就能及时掌握患者身体状况。比较亢奋的比较入眠就很困难的那一些脉就会比较红滑或浮滑或竖。那一些比较虚的，它反而是那一些，它脉是比较弱的，但是不太一样。中医师林春红根据脉象表现，开出安神或者是补气血的药方，帮助患者更好入眠。睡觉都是在半梦半醒，其实那一种是我们中医来讲是一种叫心脾血虚，反而是要补气血。我们用一些类似龟皮汤的东西，其实它就可以比较好睡的。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，很多人他一开始是入眠是 OK 的，好的，但是很容易睡一半，又醒来又睡不着了。那个以我们中医来讲的话，那个就是属于少阴病，我们也用那个类似中药的黄连阿胶汤，这样就可以帮助他调节。因为在我们中医来讲，就是讲究阴阳平衡。林医师的阿嬷就是台语说的三星牛，不识字的阿嬷也会叫林春红帮忙写药单，因此也让他对中医产生了兴趣。经过学习钻研，在民国87年取得中医师资格，行医至今。就是我阿嬷，她都有帮人家看病，而且她看病就是她不识字，可是她很厉害，她那个头脑可以记很多药物啦、药理啦，什么都记得起来，好厉害。然后不识字，然后他就会有人来找他看病，他就会叫我帮他写那个方子。然后后来我就去买了一本《本草》，那时候我小时候嘛，我去买一本《本草备药》来看看它，对我才知道怎么写啊。对，那时候就觉得还蛮神奇的啊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有比较浓厚的兴趣。林春红不只对失眠减肥有一套，连不孕患者经过中医调理1年多后，也都顺利怀孕。那时候我有在做那个试管，然后就会打那个排卵针，然后就来的时候，林医师就说：“你的卵巢很胀。”他用把脉就知道我卵巢很胀，我就跟林医师说：“因为我现在正在做试管，都一直在打那个。”排卵针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你再打下去，我的卵巢可能会变体。”然后后来他就说：“你试管先休息一阵子，然后先用中医来调理。”然后后来我就因为我试管已经做3、4次都没有成功，我就想说也差不多要休息一阵子。然后我调理了1年多，我就怀孕了。对，后来我后来就生了4个小孩，都不是做试管的。爱尔利集团董娘李怡如经过林医师的治疗，如今已是4宝妈。现在不管任何大小病，李怡如都会来到新善中医诊所看诊，照顾身体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